伫即摆两化情势紧张的时阵，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甲陈玉珍提案离岛建设条例修正草案引发着争议。民进党的立委认为，这个草案引进中资，佮排除两化条例限制，是为中国大开方便之门。陈雪生是来回呛讲，马祖即摆是欠工欠料，无甲一个工程会当来施工，敢讲民进党有法度解决这个问题？陈雪生是愈讲愈生气，佮呛讲来甲我罢免好啊，我无意见。他们昨天又在提罢免，来罢免我好了，我没意见。呛讲若无进党，欢迎甲伊罢免。国民党的立委陈雪生和陈玉珍等人提案的离岛建设条例修正草案，去互民进党质疑，是咧替中国开后门。人可以进来，货可以进来，中国的厂商也不需要任何的审查，就可以直接进入台湾。为什么要这种时候假借要提升地方建设效率之名，来大行这种亲中卖台之实？拍开公文书，内容讲到引进中资企业，和中国厂商参加采购，要促进离岛产业发展和公共建设。另外，招收大陆人民来读册，而且无受招生名额限制，都是这两项引发着民进党的质疑。因为政改7条之一，草案讲到排除国安条款，等于是中国厂商会当无受限制办理牵涉到国安相关的采购，表示特别厂商会当无经过许可和审查进入台湾，敢讲是咧打造中国版本的德洛伊木马。他能够解决离岛的问题吗？他没办法解决嘛。我们缺工缺料，大家要同理心，要去处理事情，要去研究事情，把这个方法拿出来，而不是说在那边唱衰。人家已经兵临城下了，我们还在那边干什么？还在合家欢，还在围炉夜宴呢，啊，歌舞升平呢。提的案子有什么意见去委员会讨论嘛？来自于不同地方，他有他的想法。我想他对他的选民负责。那也立委到3港讲会，也毋过除了直接引进中国厂商，带中国人到离岛以外，人力和废物会当直接进入禁制取消，就连台湾的民间机构嘛有适用。在咧量化经济紧张的时阵，将中资企业引入来台湾，都惊会搁再引发着争议。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